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7节到第14节，士师记的第7章12节到22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第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无可指责。如果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所强调的是罪人受造，那我们到底又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？我们又不是很完美。昨天我们谈到了成为一个光明之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，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的生命要能够见光，要活在光下。这样的生活是一个新生活的准则下的生活，是一个迈向光明的人生。而我们的目标就是那完全的上帝的形象。无可指责是我们生活的目标，不是我们生活的成果，而且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必须要有上帝的保守与带领才做得到。如同旧约士师记第7章的记载，以色列人在与米甸人的战争一样，基甸所带领的300壮士在人数上其实跟米甸人来比是相当的悬殊，但是因为基甸他虽然信心不足，跟上帝有好几回的问答，但是后来却愿意全然的顺服上帝的领导，他行在了上帝的光明之中。对于整个米甸军人以及以色列人的战争的情况来看，我们看到了基甸以300壮士，一个无可指责的战争就这样产生了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上帝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：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，把角和空瓶都交在个人的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就吩咐他们说：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行，你们也要怎么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并且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，在3更之初才换经的时候，就来到营的旁边，就吹角，打破手中的瓶。3队的人也都吹角，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。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和米和拉。他们面对米甸人的战争，见证了上帝荣耀的名。
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，是活在光明之下无可指责的生命。特别我们看到他们的战力，这2个国家的战力是这样的悬殊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经文的记载，以色列人是从32000人，后来减到了22000人，剩下1万之后，又再扣掉9700人，最后只剩下300位军人。这300位军人，我们可以说堪称为精锐部队，因为他们的行动随时都警戒着，但他们却代表着是上帝的精兵，我们用新约的说法是基督精兵。腓立比书这样的提醒我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。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论争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，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作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基督徒要在心里时常惦记着上帝的旨意，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行，就如同今天的经文13节所说的，因为你们立志行善，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基督徒的生命能够达到无可指责，是因为心中有上帝，要追求一个诚实无畏的生活，并且不可以发怨言，也不可起争论，就如同基甸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一样。基督徒要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标准，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，得以见证主的亮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诗篇27篇第7节到第14节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恤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上帝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
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因我的仇敌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在敌人手中，遂其所愿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早就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但能够亲近光，更能够要成为光明的儿女，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见证，成为那无可指责的忠心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